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㗎喇。多謝晒。嗨，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開始之前，想同大家介紹下我嘅 Instagram， 平時會喺度分享下每日塔羅感想同埋心得㗎。喺開始之前，記得 follow 我個 Instagram， 多謝你哋嘅支持啊！喺大牌嘅旅程上面，唔覺我哋已經嚟到旅程嘅最後階段啦。我哋已經一齊睇咗17張牌㗎啦，由0號嘅愚人啦，到16號嘅塔啊。今集我哋一齊深入啲探討下一張神秘嘅牌啊，佢就係17號嘅星星牌啦。究竟呢張牌代表住啲咩呢？喺呢張牌度，你又睇到啲咩呢？好啦，等我哋一齊嚟睇下塔羅牌裏面嘅嗰張17號嘅星星牌啊。17號嘅星星一般係代表住希望、信任、指引同埋靈感啊。當呢張牌出現嘅時候，你可能會感受到一陣平靜同埋希望，就好似喺經歷過狂風暴雨之後，見到天際出現嗰一道曙光。呢張牌裏面嘅畫面充滿住象徵意義㗎，好似一幅寧靜嘅藝術畫咁，帶住一種超自然嘅力量啊。喺呢張牌裏面，我哋見到有一位赤裸嘅金髮女子喺畫面嘅中間嗰度，佢冇遮無掩，又無畏無懼，係真正嘅自我解放啊。佢左邊嘅膝頭跪喺地面，代表住佢對現實世界嘅接觸，而右腳浸喺池水裏面，意味佢同潛意識之間嘅深層連結啊。佢擺出嘅呢個姿勢，好似係想話俾我哋知，一個人如果要活得完整，就要同自己內外嘅世界同時接軌㗎。佢兩隻手裏面各自攞住一個水壺，充滿咗生命之水。佢右手嗰個水壺啲水倒喺池水度，激起住陣陣嘅漣漪，象徵住靈感同埋創意流入潛意識。左手嘅水倒喺青翠嘅草地上面，分成咗5條細嘅水流，象徵住我哋嗰5種感官感。仔細啲留意下，其中一道水流嘅水翻入去個池塘度，好似想喺度話俾我哋知，潛意識同現實之間係一個不斷循環嘅關係，兩者係相輔相成㗎。背景係一片廣闊嘅草原，開滿鮮花，充滿住生機同埋希望啊！遠處嘅山脈喺度提醒我哋人生裏面嘅挑戰同埋成長。天空嗰度有一粒好大粒嘅金色八角星喺度閃耀住，周圍環繞住7粒白色冇咁大粒嘅星星，好似宇宙裏面嘅力量咁，一直喺度庇佑住我哋，為我哋指引方向啊！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到，其實星星牌同節制牌睇落係有啲似㗎，但係佢哋背後嘅意義就好唔同啦。節制牌裏面嗰個人係喺度好小心咁將啲水由一個杯倒入另一個杯度，帶住一種平衡同埋節制嘅態度。但係星星牌裏面嘅嗰個女仔就係毫無保留咁，將啲水直接倒出嚟，完全赤裸、坦然無懼咁，代表住一種心靈上嘅絕對自由啊！相比起節制牌裏面嘅克制呢，星星牌就顯得更加開放同埋無拘無束啊！呢啲都係星星牌嘅常見符號嚟㗎。好，跟住呢，等我俾個簡單嘅例子大家啦。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星星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係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星星擺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咁可能喺度代表住你曾經經歷過一個充滿希望同埋療癒嘅時期啊，又可能係喺困難過後逐漸走向平靜㗎喎。我哋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擺陣度有星星、月亮、太陽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星星擺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代表你可能曾經擁有過希望同埋靈感，經歷過充滿信念同埋平靜嘅時期啊。月亮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顯示住你而家可能覺得迷茫，充滿住好多唔確定，需要靠直覺嚟指引前路啊。太陽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你未來會迎來光明同埋成功啊。經歷過迷霧後，將會有幸福同埋滿足嘅收穫啊。如果星星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咁可能表示住你喺一個充滿希望同內心療癒嘅時期啊。呢個時期喺度幫你重新建立信心㗎。我哋又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擺陣度有正義、星星、審判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正義擺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代表你可能曾經追求平衡、公正，或者做過重要嘅抉擇。呢啲經歷對而家有深遠嘅影響㗎。星星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顯示住你而家喺一個充滿希望同埋療癒嘅時期，內心覺得平靜，充滿信心咁向住未來進發啊。審判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你即將迎來重大嘅覺醒或者抉擇，重新評估過去，開展新嘅旅程，邁向深層次嘅成長啊。如果星星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咁可能預示住未來將帶嚟希望同療癒。經過咗而家嘅困難之後，前路會變得光明㗎。
我哋再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擺陣度有死神、力量、星星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死神擺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代表你可能經歷過重大嘅結束或者轉變，為新嘅開始創造咗空間，對你嘅成長有深遠影響啊。力量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顯示住你而家喺度展現緊內在嘅力量同埋耐心啊，用意志去克服挑戰，經歷內在嘅成長，變得更加堅韌同埋成熟啊。星星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你未來係充滿住希望同埋平靜噶，你將會重新建立翻信心，同時迎接新嘅機會，踏入正能量嘅新階段啊。最後想提醒翻大家，以上嘅例子只係其中一個嘅解讀方式，實際嘅情況可以產生唔同嘅結果噶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張17號嘅星星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